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非常感谢大家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实验化啊！大家都会知道咯，一个不同族群有不同的语言、语言、文字，甚至一个做过嘅词曲谱嘅，以及舞曲、三韵调、乐器唱法、咬字用语等等。都有所不同来做一个比较研究，基本也提供3条歌嘅哈，帮大家来做一个互相的比较。同时，希望各位乡亲大家，看读研究本文啊，睇呢成堂嚟呢个广播个录音下来嘅本文对照录音，以后呢，再来看本文嘅注解。再来看读本文嘅课文，一字一语对照熟落下去啊！怎有办法能够提升咱客家一个族群、一个客家嘅语文等等一个了解。希望各位乡亲大家都非常嘅关心讲客家语、客家文那个落后。冇进步，等到退步嘅情况啊，一个大家非常嘅热心来关心。但是对于客家白话语文，太人来讲下说呢，也冇一个时间来做个研究客家白话文。同时，对于教客家白话文嘅乡土欣赏啊，我先用一个有3个部分，第一个。是讲英文讲是 learn 学习，也都对小学生初次研究嘅时间。再进一步呢，利用嘅 study 研究嘅方式。第3呢，就是讲application 的应用，让用晓得讲就晓得写啊。所以一个不管是好路也好。也嘅我哋客家嘅也好，也下度睇啲咧，所以提供，所以一個研究嘅中間呢，一個我有客家嘅語味、客家嘅美食、粵味啊，聽起來順耳，講起來順口，一個呢就我哋研究一個另外一個感嘆詞，同一個創傷詞以及連音詞啊，一個我來研究哦。咁麼講出來嘅美食都唔麼，親像食麵拍板樣嘅，是主角主客一樣哦。主角主客是一個主菜，但是一個配料也非常嘅重要。一個嘆詞、創傷詞、連音詞啊，就係客家語言嘅一個配料一樣嚇，所以各不同族群啊，親像一個面相、面型、體型、顏值、皮膚嘅色身各有差別，也有混合嘅素材啊，嘅就係講遺傳同一個演變嘅結果啦。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同來研究客家白話文。今日所提出嘅呢，就回顧復習報道第67篇，這個同夢與回憶夢想童年寒舍時節嘅親情難捨，一個用打油詩嘅方式啦，促本大家來這個了解。本文一字一語對照錄音下來，後來一下就開始嚟讀本文嚇。慢慢的讀，大家來聽了以後呢，來看注解以後啊，咱來看一個本文係樣嘅安啊嚇。雖然本文唔係好啊，但是一個完全都用客家話寫嘅，所以唔知客家話嘅人，不懂客家話嘅人啊，愛了解客家文化。同在做歌詞唱歌呀，是千難萬難嘅一件事情。後來我哋來看，回憶夢童年，
亲情难舍一篇文章。头摆童年趣事多，家庭台中穷生活，阿妹学煮学改多，阿叔阿伯莫思汉，不思汉，打造家家就方床，带台上山饮西路，饮贵料理做饲料，阿妈装出十西路，东洋大锅煮鬼锅，西路香米慢煎锅，皮到后来滴滴流，生人天数热西路，热路用。针叶露出跳出来，路肉虽然是做饲料，生人看到有常识，头油沾来就落在，只好说唔输麦当劳，路肉变成橡树品，这时阿伯真失望。一台不台念归来，后来看听一谈，记得张读小学时，有时也学太人啥，打造重新念西路，太人主动不准念，讲到露水会上升，生人乃伫太人心，有一摆下秋客秋临暗。拄好落雨后天晴，三人摇好手上山，隔壁姊妹穷下念，行到山背茶当山，不知不觉行岔路，天南地北分唔清，行来行去行唔出，心中一时来触强。阿正竟讲唔是强，用刀劈树做记号，树道方向系行过，爬爬跌跌一路行，行来翻头看，唔知行嘅有一叫，看到远方有天火，长地方向有把握。不久聽到太人喊聲聽到係高興，免到喊聲有觸強，驚怕業務是客死，所想所命無正差，腳落無堂客死嘅出來，客死唔拉用皮帶盤。大馬大打火氣態，韓講實用唔是少，萬人為唔上山飲。自從結拜打強後，掠下越想越出強，有時去到夜市場，睇到麻油炒西路，就會想到西路好，唔知掠下。腳人度，稍微一層一層來通，以上就本文的寫法哈。後來我哋讀一個注解，本文的注解，頭擺就是講人改造以前韓式嘅世界啦。頭擺呢，也就是故事台。第二，其實就是奇妙的事情。第三，台中是指大家庭，台中大家庭，有阿公、阿媽、阿伯、阿叔，大家窮家人，佢喺度窮下。第四，家各以阿家，屬土家，緊的意思。家被鋪嘅鄉親，突實實。第五，個行場就等於個人上場，水上高以後行起來，
那个方式呢，尽量讲啊，商场，说到商民场，同国语一个木马相同啊，哈。所以第六，染色路，染色路诶，啊，色路就染过牛，染过牛，染白铺就讲是减，啊，染白铺讲减，染草伊讲减草，一个但是南部会讲啊，拿碗筷那个减碗筷，减碗筷，第七，杀。做下嘅料理有42种语言咯，啊，当然能提供本国卫乡亲大家来知道。一个杀，冇用皮料，强用水来做杀，太有时要5-6分钟、10分钟，安哈，杀煮菜就一个久。第八，规划啊，个关于讲啊，满锅子很多，安尼，后南水。啊，就是口水啊，南闽南方面讲南后南啊，其他用南啊呢。第十，天数啊，天数就帮忙，酱头油，酱就蘸酱油，一个酱有虾，有虾。有相对大海点的迄个讲啊尖，啊温呢是指个左右方向紧握啊，叫做温。温头油同尖头油冇相同啊哈。第12，几时就那个时候啊，别普讲几样时啊。13，杀忙是努力，过杀忙努力啊。那个努力是顺境，按那个努力个顺的时间讲努力，但是逆境那个苦的时间讲奋斗，奋斗就讲奋斗啊，就拍文讲奋斗就奋斗，太阳啥就是那给毕业太阳。个比个太阳啥？太阳个一比啊，一比双比的比啊，太阳啥啊？都是太阳。啥就是指每个人，每个人，刚到入水，有个田径田岗的岗，刚到入水啊，脚上啊，上是个树上的上，个宰相的相都上，那个。小腿碰到水就刚到入水，行岔路就是走错路哦，走错路，看字那来哟，冇看字就讲看岔啊，相反词是看岔啊，撇书诶啊，正面由上向下啊，一个就按照撇啊，按一个。使用多个方向用语有不同哦，有切的，有刀的，有刮的，青岛用哪多个方式来讲的语言有青岛等等。第18，面道一个心一个面，面道就是向导的意思。卡西耶就是这个。足够呢，开始。20，莫侦查，有这个讲莫长查啊，一点都没有错啊，一些都没差啊。个和堂有一个和平啊，那个那个和床，堂下头前的工厂，西个个地方啊，就按照和平。唔拉就是不过。23，皮带盘用皮带来打，一个翻开来嘅翻呢，有读盘，但是有读盘有3音嘛哈，也就按破音字，是唔啦，那我用破音来区别嘅意思，就按照破音字，叫难度就
这个小腿后面有肉的地方啊，叫做脚囊肚啊。闽南讲脚囊肚，其他讲脚囊肚啊，哪同哪个区别？葫芦的有两个囊，一个囊方了啊，一个囊呢，囊，也就是那个窝下去的地方哈。葫芦有两个囊啊，地动的下去凹下去的呢，叫做囊。沙尾接下来会怎么样哈？但是这个沙呢，有它继续的熟啊熟。细路的公马，公嘅马嘅同体哦，所以可以讲啊，粒都係公嘅，粒都係馬嘅，但是伊要傳宗接代嘅時間，兩粒窮下嗰啲呢，大下有圖好看安哈。細路按一個細路嘅公嘅馬嘅是向同體。細路嘅對蛤蟆個嘅下呢，生出卵，各位上前大家知道嘛嚇？這個細路嘅對呢，這個生卵呢，對蛤蟆個嘅下嚇，有圖好看嗰啲呢，狠就是佢關於講嘅是緊，佢小就佢便宜嘅意思。好，再下來請大家看一個所附嘅圖啊。一個細路嘅冇腳個，但是會傻，所樣一下一個就是加上床哦，有會白細路嘅嗰啲好哟，冇腳有會傻，有會白啊，但是伊清強，早會肥，火炭那個初結社會肥啊，伊清強。一個路真正路咪樣嘅，講嘅走沙吧，冇問啊。這個走嘅沙位，路嘛所對走沙去啊，伊就行唔得了，同細路嘅相同。第二，一個細路嘅志向同體哦，為了傳宗接代啊，兩粒互相嘅交情求愛，細路嘅就安尼哈。所以我哋念細路嘅時節。時常會念到兩粒念到窮下，兩粒都係公嘅，兩粒都係馬嘅，安尼可以安尼講，佢雌雄同體，所以互相嘅兩粒互相嘅交情求愛啊，人會生卵嚇，一個交情嘅時間我哋念嘛。兩個娘媽狠咯，一個鏡頭係都樣嘅東西啦，好，大下提示，細路嘅雌雄同體，為了傳宗接代啊，為受強人過左右，所以從在錯對裡，都係做事啊，唔係做乜嘅事。好，第五，細路嘅對蛤蟆個下。生出卵，一生出20-30粒喎，細路卵同一個沙果嘅卵啊冇相同，細路卵嘅皮個脆，但是沙果嘅卵呢是一個軟冇相同嚇，一個對蛤蟆個下生出來。我是因為對嘅這個各位鄉親，這個看圖看下先啊嚇，第五個圖，好，叫佢以後呢，一生咗20-30粒喎，一個繁殖的能力非常的強，同五個相同，五個一生咯，一出來嘅時間，一卵嘅生嘅生咗出來啊，好嘅可以講啊，40個也有喎，像種蝦公樣嘅嚇。一米下公可以生出一度嘅呢，各位小姐大家有係研究嘅咧。細路嘅最多，太細路啊相同啦，堅強色，未看到好多強嘅東西，伊就會識啊。嘅細路該好笑，聽講細路嘅同金菠蘿相同哦，堅強色咯。
金波罗是对南面阿根廷嘅一个国来嘅，一个西路嘅坦港是对菲律宾嘅国来嘅，所以各位乡亲，一个西路个河水啊，系一个金波罗咯，系西路嘅实在河水安哈，好，但下头饮西路嘅，一个西路嘅都连暗头能有喎，暗不头能出来嘅哈，西路嘅。一個人飲食，雖然咧飲食咯睇完都唔放心，都會食我說幾類嘢都會食卡士嘅，真係本所講嘅啊，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一個去多研究西路肉，頭擺西路肉是上等菜餚，但是做西路嘅時間要靠佢來，要採灰以後採3多，另外人哋睇準方式。用乜嘅色呢？用飯色，所以以後如果能切到對色，人來炒杯嘢，特別是一個西路嘅嘢啊，炒好以後，人用香料來煮，安尼來炒白西路肉，安尼哈。西路肉是西路肉啦，也加是喺摩西一個嚟講啊，是呢，上一次波子油出嘅是毒藥，是弄一個偷西路嘅啊，一個西路嘅堅強勢，所以農作物青島本西路嘅是多嘅，一個西路嘅呢可以講咧是雙等菜餚，用一個沙茶醬、睇油膏啦、切青插、米酒啦、麻油去煸啊，一盤啊去做，一個就200樣咯，亦食材咁啊熟嘅好食安尼哈。講到西路肉，上一輩嘅鄉親大家都有食過。好，再下來呢，一個聯營師啊，希望各位鄉親再三對這個同大家拜託。那個聯營師冇聯營師冇辦法傳傳統嘅老山歌子平板手條啊，冇辦法傳哈，因為佢全部都聯營嘅，甚至一個現場頭度所讀嘅一個大有時啦。一個白話文啦、講話啦、唱歌嘅啦，那係冇用聯營師一個單詞嘅度啊，白話文啊，一個聽起來唔會個順耳嚇，講起來也係結實咯。後來我哋講一個讀本大家聽，一個聯營師一共有9音，歌數呢只有8音嚇。一個第一有寫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哈，第9個呢就是冇聲母嘅就按落帶，那個本音師啊，只有用聲母，有聲母，用韻母，就只有讀韻母嘅。聯音師嘅韻母呢，只有 A、A、O 安尼，歌數呢就是 A、E、O。太魯觀呢是 A、E 一個相同 O， 但是太魯觀冇聲母啊，沒有聲母啊，其他呢有個種 A 就讀 A 喎，就講T個就哇、啦、呀、嘛、那、啊、加，後邊呢巴、NG 就讀個音啊，一個做聲母嘅，我頭都讀嘅是讀聲母，但是韻母嘅時間呢，聲音韻母相同喎，也同英文相同。其中 M 母嘅時間呢，提示嘅嘅音拿嚟當聲母嘅時間，就變成母嘅音啊。那個呢 N 啊，嘅音拿嚟當聲母，就變成那個音。NG 嘅音呢？嘅音拿嚟當聲母嘅時間就變成嘅音，嘅音呢就 K 嘅音，拿嚟當聲母嘅音，所以一個我再讀一遍，A 嘅時間呢就哇、啦、呀，C 嘅提示就嘛，第5呢那，第6呢啊，第9呢第7呢加，第8呢巴，
A 嘅时间呢，声母是完全相同，也有64个韵母，我们实验有64个韵母，再分成17个，17个组群以后，再来一个一个试验，试到用嘅咱个扭出来个。对美国57年研究啊，也不敢研究出来哈。现在讲啊，R 来讲啊是的，R 是虚字，R 是 R 同 O 啊，一个是虚字，一个可以讲的讲啊，声母完全是相同，哈。A 音 A 有未来也没那个别个音，E 呢就高速强哦，与相同还有声母就。V、D、E、咪、呢、呢、E、B 嘅音，按個嘅態度管就E到大音母聲母啊。O 呢相同，態度管呢個同高數呢個南部西安啊，可以講得講啊，咪攏強，高數同做成比較攏強，個態度管強，分別3強安啦哈。O 嘅時間呢，對頭一體就講我了要麼呢我個安啦，經常人哋講啊，糖啊，糖啊，看啊，看咯，看啊，皮啊，食啦，鹹嘛，國家，講個闽南語嚟講啊，是呢，歸葉山。是 A 也讀 A， 是單音呢是用 A， 竹家門，有位呐，nun呢當，南咩線，人談咩，安那哈，所以就語音就連音使用途，一強有也帶下嘅哈，要專篇同大家報告各位，所以詢問大家，今日講到也係非常嘅感謝台灣時報。一個有客家教材嘅網站，都向度客家語文呢，大家共同來研究宣傳一個客家白話語文來應用同學習，安尼哈。以上是問大家感謝你，再見。是問按自西有中醫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